这是滨狱捕猎的画面，沙虫一个回合就被拉成了一根橡皮筋，这也标志着一场拔河比赛就此拉开帷幕。滨狱深懂力学之道，他双腿如桩，身体后仰，将全身重量化为向后拖拽的合力，稳扎稳打之下，沙虫慢慢的被一节一节的拽了出来。最终，沙虫的弹性极限被突破，滨狱取得了胜利。有意思的是，这家伙还不忘记在水里涮洗一下，真是一只讲卫生的鸟。滨狱的菜单上，贝类亦是常客，这便不免上演现实版的鹬蚌相争。有时他们的嘴巴会被贝壳紧紧夹住，不得不奋力挣扎才得以脱身。然而，真正的智慧体现在他们对潮汐的精准把握上。每当潮水涌来时，他们就朝着岸边奔跑；潮水退去，他们又立刻紧跟其后，并快速啄食退潮后露在沙滩上的各种甲壳类动物。